你可以从1分开始你的听力练习。你可以从1分开始你的听力练习。You can start you listening practice from 1 minute. 你可以从1分开始你的听力练习。你可以从1分开始你的听力练习。You can start you listening practice from 1 minute. HSK 6级样卷听力材料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6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6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6级考试。HSK 6级听力考试分3部分，共50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1部分，第1到15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1题。1. 一个年轻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休息，有个小孩站在他旁边很久，一直不走。年轻人问：“小朋友，你为什么站在这里不走？有什么事儿吗？”小孩说：“这个椅子刚刷了油漆，我想看看你站起来会是什么样子。” 2. 开卷有益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读书就会有所收获。毫无疑问，书是人类最好的朋友，最好的老师，是人类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。博览群书能使人拥有高深的学问，能言善辩，受人尊重。3. 丈夫给一家杂志社写了3封信，提了些合理化建议。编辑部给他寄了2本样刊作为答谢。丈夫非常高兴。我问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，他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准备给汽车公司提提意见。” 4. 童话里的人物往往在现实中并不存在。童话最大的特点是使用丰富的想象力，让动物和植物都拥有了人的感情，很容易让儿童接受。虽然童话主要是写给孩子的，不过有童心的成年人同样能在童话中找到快乐。5. 秋季来临，很多北京市民会选择去香山观赏枫叶。香山红叶文化节一般在10月中旬举行，并持续到11月份。如果不受特殊天气的影响，香山的枫叶将一直红至11月中旬。6. 机会并不是越多越好。当你的面前只有一条路时，或许你会坚定地走下去，最终到达目的地。但当你有很多机会时，或许你会与成功擦肩而过，因为你在很多时间里都在犹豫，而机会经常在犹豫中失掉。7. 很多父母习惯只给婴儿吃少数几种食物，但专家表示，大多数婴儿6个月大时就可以安全进食多种食物。他
他们认为给孩子提供多样化食物有好处，可以帮助他们长大后适应不同种类的食品。8. 快到春节了，常常听到春运这个词。春运是什么意思呢？春就是指中国最传统的节日春节，运就是指运输。春运就是指春节期间的运输，主要包括火车、飞机、汽车等交通工具的运输情况。9. 一对夫妻吵架后，好几天都不说话。这天，丈夫想和妻子说话，可妻子不理他。丈夫于是在家里到处乱翻。妻子最后忍不住了：“你到底找什么呀？”谢天谢地，丈夫高兴地说：“终于找到你的声音了。”10. 矿泉水是指未经污染，从地下深处自然涌出或人工开采所得的天然地下水。矿泉水富含人体所需的各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这些矿物质很容易被人体吸收，对人体生理功能有积极作用。11. 敲门也是一种礼仪。最有绅士派头的做法是敲3下，隔一小会儿再敲几下。敲门的声音要适中，太轻了别人听不见，太响了别人会反感。敲门时不要砰砰乱敲一气，若房间里面是老年人，会惊吓到他们。12. 参团旅游具有省钱方便的优点，但是行程往往安排的较为密集，旅客容易出现疲劳现象。自助旅游的优点是自由自在、随心所欲，但在旅游旺季，旅客在解决交通、住宿等问题时，往往会遇到麻烦。13. 空姐是令人羡慕的职业，但这项工作其实非常辛苦，而且可能遇到特殊情况。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一定的应变能力，就会忍受不了工作的压力，做不好这项工作。14. 沈阳持续1夜的皑皑大雪已于今天上午9时左右停止。目前沈阳天气晴朗，到处是一片银白的景象，孩子们欢快地在雪中嬉戏玩耍，人们在路边驻足欣赏雪景。15. 他是一个银幕传奇，他是一代武打巨星，他创立了截拳道，他将中华武术传播海外。他的一生很短暂，只留下4部半影片，却足以让全世界热爱武术的影迷回味一生。他就是功夫之王李小龙。